来看台东的古迹文化公园，去年3月底启用，也毋过有游客反映讲，公园根本拢无石头啊，嘛无啥特色。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伫博物馆的公园内底是有石头啊，嘛有数层的古迹文化会当参观哦。伊嘛去甲附近的风景区来做整体规划，吸游客来遮佚佗。台东县的古石公园，伫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，甲代替公路车站大庄公园区起，面积有6公顷，去年完工。不过普通时人无多，有民众就讲古石公园无大石头，敢若考古山坑甲史前文化有关系，其他拢是一般的游乐场所的设施。真的有巨石吗？没看不出来，而且很像在保养的方面没有做到彻底。小孩子去的时候都给红蚂蚁、给黑蚊子咬。台东县政府讲，其实有一粒大石头伫咧史前博物馆的公园内边，伫咧馆内边也有古石文化会让参观。因为这项计划包括整建博物馆后边的公园，如果会让串联公路火车站，互游客坐火车来史前博物馆，会用行过大庄公园绿地。另外，附近也有幸福国体，社区民众会当来遮活动。考量不宜把那些巨石把它仿制品放在公园内。那其实我们的史前馆的花园也是有真正的巨石，还有摩埃像那一类的石头。台东县古石公园的设计有参加今年内政部颁的2024致敬城乡魅力大奖票选，得到第2关票的人气。县府表示，会搁再加宣传，加强维护，和古石公园会当发挥上大的效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